電競嘅產業發展迅速，已經成為全球嘅熱門行業，亦都喺2025年於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第一屆嘅奧運電競。你係咪對電競同康樂管理有興趣？想掌握專業嘅技能，開拓未來職業發展？電競與康樂助理證書資歷架構第2級，幫你掌握電競同康樂管理嘅基礎知識，開啟職業新機遇。呢個課程由香港扶友會許頌城紀念學校開辦，提供40小時面授課程同10小時自修課程，俾同學掌握電競同康樂助理嘅基本技術同知識。課程涵蓋電競產業生態、電競活動策劃、直播技術、團隊合作及市場推廣，幫你掌握專業技能，提升職場競爭力。我哋嘅課程以實踐為主，透過小班教學，確保每位學員都有足夠嘅指導同實踐機會。你將會學習點樣策劃同執行電競賽事，掌握直播技術，學習財務預算同市場推廣策略，俾你喺電競產業或康樂管理行業發展。完成課程之後，同學可以選擇進一步升學，例如報讀 VTC 運動及康樂管理學士課程，或者電競團隊訓練與發展毅進文憑，繼續深造電競或康樂管理領域。另外，畢業生可以擔任電競助理、康樂管理助理、電競教練或市場推廣人員，甚至參與電競產業發展，成為專業電競選手。電競同康樂產業發展迅速，而家就俾你企喺專業嘅最前線啦！電競與康樂助理證書資歷架構第2級，為你開創未來，掌握無限可能。